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真可爱的画面。南投清境农场的杨妹啊，上班的时阵竟然是大塞车。原来是200只杨妹啊，行长长的公路要去上班，啊行后壁爱算行伤慢，所以就甲头前的杨妹啊群动落来，等后壁的慢动车。 啊，就踢掉的咯。结果头前风动落来，杨妹啊进退无路，唔知要安怎才好。这可爱的模样，农场甲铺上网，引起着网友的讨论，笑讲这袂输是这个假日的雪山隧道咧踢车共款。过杨的人比啊一个盆苗大军行过小路啊，向伊这边一直过来，一过来就规大阵。 因为后壁杨仔行了实在有够慢，这个过杨仔人只好暂时停落来。结果呢，这杨仔煞踢做聚会。古水的场景出现伫清境农场，农场将这个踢羊的影片铺上网络，有一个网友就写讲，别人是踢车，这是踢羊。过来讲，这袂输是四川崩坑踢车共款。一次过好多绵羊一起出来，可爱，就蛮有秩序的。 这长的山路是清境200只绵羊平时伫行的路，前后拢有过羊的人伫带甲压阵。农场讲，因为要清点羊仔只的数量，过羊的人透早就将这绵羊赶到草埔去清点。可能是这羊仔伤早起床，无够专心，行了伤慢，有部分的羊仔呢对袂着阵。 过羊的人对扮演交通警察的角色，进行交通管制，和行较紧的先停落来。结果呢，短短700公尺的路，行差不多有半点钟。 绵羊最主要它是群居的动物，那所以当在大牧区里面它们散居各地的时候，较早回来的羊，它会聚集在我们牧羊人的旁边，所以就会有等羊。一个交通管制所大太阳，和这阵正古水的绵羊进退两难，嘛好游客看到古水的画面。 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